特別新聞報道，今日一個70幾歲嘅女士喺西雅圖跟隨 GPS 導航駛咗上去一條輕鐵嘅路軌上面。好在當時有工作人員發現，同埋冇輕鐵行過，避免咗一場悲劇發生。後來係要出動大型嘅機器將架車調走。根據女士嘅陳述，當時佢係專注喺個 GPS 帶路而冇留意路面嘅情況，但係當地嘅交通部門再次提醒駕駛者 GPS 只係輔助，必須自行留意路面。類似嘅情況喺好多地方都有發生。到底 GPS 係咪可靠呢？我哋之後會做一個特輯，係測試唔同嘅 GPS， 敬請大家留意。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， 有新片之後就會通知大家。我係你哋嘅主持人，死老爺，拜拜。